讲台语长时行，有一群少年人创立语理同行，对自身的科学专业、学科专业来出发，用台语来分享学科知识。另外，也有一位医生伫面册顶头设一个母语的医学颁奖页，教大家安怎用台语甲客语来认捌医学知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秀杰，今日要介绍5G Orange 架构。这支影片免15分钟，我若讲袂清，倒伫涂教你精。趣味的开场要向大家小解千分的科学概念。蔡小杰是屏东囡仔，当咧读阳明交通大学1年啊，参无共关系、无共学校的朋友，组成语理同行团队，互大家看到台语毋是录讲的语言。我有捌讲台语啊，去互老师当作较讲来对待人。我嘛有捌伫个早顿店咧点物件的时阵啊，咧点完可能当作我毋捌字，佮专工甲菜名豆念我才讲。这叫玉米蛋饼。语理同行嘛，访谈国际上和语言文化相关的组织，参考因的经验。即阵因推出台语线顶绘本，之前嘛捌办过共学活动，继续用无共款的方法推广台语。医生，这是啥物？咱会红吼，会上吼，这照我看吼，这大名是这辣牙的选肉啦，毋是真正的辣牙哦。用全台语看字拢袂起，连专有名词嘛会当用传统台语本地独有的比喻来解说。医生朱子宏大学时期就捌和同学合编医用台语教学的册，即马搁伫面册创立母语的医学培养专业，要甲大家讲母语嘛会当讨论专业。恁讲无字，我即摆写互你看。哦，你讲袂用的讨论着即摆的现代化的名词，就少来搭合嘿。朱子宏表示，其实过去有袂少用台语、客语写的医学文献会当参考，上重要的是爱加用母语讨论专业，才会当互母语现代化。记者林书、谢桂林综合报道。